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那么暗时过了后，在透暝时阵，川普就来宣布，伊到底要向全地球抽偌济税？咱讲以早是中华民国万万岁，那么明仔透暝，川普敢会地球万关税？台湾就在名单之内是无法度抽地，咱要安怎应应冲击？今仔日来听详细。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洪在良。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原治大學 EMBA 教授高金山。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安。那麼第三位，亞太香港總會執行長邱達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台大國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羅信聰。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晚安。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在4月初1日開始呢，美國總統川普要對全球扣對等關稅。美國白宮呢表示，在美東時間拜三，也就是今仔日暗時的透暝，那麼川普會宣布關稅細節，強調會是以國家做基礎來計算的關稅。那麼，《華爾街日報》來報道指出，川普講的對等關稅有可能改做是對全地球所有的國家攏扣着上濟20%的關稅。On Wednesday, it will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as President Trump has so proudly dubbed it. The President will be announcing a tariff plan that will roll back the unfair trade practices that have been ripping off our country for decades. He's doing th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worker. 白宮的發言人李威特美東時間31向記者證實講，川普會在4月初2在伊嘴內面講的美國解放日，在聯合國的陪同之下，在白宮的玫瑰花園宣布以國家為基礎的對等關稅計劃。The goal of Wednesday are country-based tariffs, but certainly sectoral tariff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he'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m. 在川普上台以來，重大關稅計劃就要讓大家知影，一大堆無確定性，互市場是造成觀望的氣氛。規工落來，包括台股在內，攏佇大幅落起。We have 36 trillion in debt for a reason, and that accumulat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o I think what you're going to be see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ill be very inspiring to a lot of people. 《华尔街日報》報道，川普政府目前是還未確定關稅範圍，但是才有可能對原本的垃圾15國對等關稅擴大到所有和美國有貿易逆差的國家，甚至嘛傳出講有可能對全球所有的國家攏扣20%的機頭式關稅。We're told that it's still in flux, things are still being finalized, but we know that if he goes through with this, it could have a severe impact on costs for consumers. It is already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markets. 美聯社記者表示講，川普上欣賞的有名經濟學家拉夫分析講，干那汽車的關稅，就會當讓大家消費者買車的成本加$4700，差不多是台票15萬元。但是川普的目的是要製造業回流，介紹在短期內確實是會起，但是落尾大家嘛是會開錢來買美國貨。對美國本土產業，尤其是有可能受害上深的農業州，可能就要做好短期無好過的準備。但是對川普扣關稅主要對象的全球各國重大衝擊，有可能才拄要開始。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其實呢，對一般的這個民眾來講，可能到達為止還佫殺無漲，是安怎會對咱遮嚴重？那麼其實呢，一寡生理人，尤其對做這個進出口生理的人哦，心內一定開始在想。不過，我要先請洪老師吼，洪老師嘛算老師爺啦吼，先請老師來甲咱解說，什麼叫做 country base， 就是講以國家為基礎，啊過去若唔是以國家為基礎，是以什麼物件為基礎？你進口什麼物件為基礎，還是講無是用什麼物件來做計算的基礎？啊，關稅吼，其實就像那個主持人講的吼，就是我慢慢講啦吼，尤其是迄產品大家知影，
后金蕉后汽车哦，做这种的哦，这关税是到底是要安怎算的？你讲用国家来算是讲，不管伊是什么项目吼，我就用国家，比如讲伊是中国啦，伊是台湾吼，用这个来做一个基础，比如讲是20%、15%吼。一般来讲吼，大家知影咱叫世界贸易组织 WTO 用规则来看吼，就是讲，比如讲你每一个国家自由化的程度、时间不共款。所以，比如讲，咱当初入会，咱的汽车，咱对于国外汽车来台湾，比如讲一开始30%，慢慢降到20%，是用迄个产品做基础。做基础。嘿，唔是用国家讲，你是为倒个国家来，就讲扣共款的关税，唔是安尼。哦，所以这是头一个。嘿，对。所以那照他多委员你他所讲的，那么咱来看这张图表，就是讲以国家为基础来计算说，中国是。共趁钱趁2954亿，吼，咱共趁钱趁739亿，吼，意思即马就是讲，传播就是讲无咯，即马你欠我统统甲你收回来，敢是即个意思吗？有人感觉讲，你传播你嘛收浓毒啊，你人讲用惊凶惊无天良，无天良惊这无正常啊。伊这是安怎想的？是讲，拢甲你收来，你欠我拢收回来，是这意思吗？其实川普总统吼，虽然讲较早是读经济，不过伊到尾这观念吼，因为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无共款了，所以伊的经济观念，甲阮读的经济学其实无啥相像。要修。经济学咱咧讲迄个成本啊，迄种经济成本，我看吼，迄个川普总统伊的成本观念较共迄个会计。吼，咱伫来讲，你著看数学规律偌济，偌济项目偌巴拉斯吼，是零和游戏，就讲你若趁钱就是我了钱，吼，无可能讲咱两个拢趁钱。其实若照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来讲是，贸易是大家拢是 win-win 啦，就讲是互利双赢的一种做法吼。另外是吼，川普总统伊开始伊的算法最简单，是讲吼，我美国我的市场遮宽，遮大吼。我会对外国进来的关税吼，其实我平均拢无到3%，头2%外，看你安算，但无到3%吼。你欧美呢？吼，你欧美头平均头要到5%吼。中国的头8%到10%中间。所以你看，安尼是毋是对美国是足无公平的一款代志？所以伊足简单，伊足直接的这种的想法就是安尼。所以吼，恁既然是安尼对美国的物件还是啥物关税怪，所以我就是用一寡关税平衡的手法哦，对等的关税手法哦，互大家这种的无共款的这种关税会当扭平，这是伊上大的伊的初心啦，伊的想法是安尼。但是咱也知影讲吼，其实真侪经济学家，包括在座3位4位拢有讲过，这吼这敢若七伤拳啊，伤人7分，伤己3分啦。就要请郭老师，请郭老师来讲。他在新闻纸内面都有讲啊，讲哦，这短期间哦，哇，这美国有一寡人哦，可能会受损，而且未来12个月美国的经济衰退几率是20%调到35%，真可能会落去。伊敢记载会调？咱安尼讲啦吼，伊即马川普伊的想法是讲吼，MAGA 嘛。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伊变讲，干那心内干那想讲，要甲美国再次强大，无想到这民国大家的经济状况是安怎？但是呢，拄啊蔡龙兄你讲啦吼，贸易都毋是干那你家己好，尔，贸易是互相，你需要啥我有我卖你，你有啥我无你卖我，大家互相。但是所以讲，你若扣我关税，我扣你关税，就互相伤害嘛，是毋是？互相。那种贸易若是无关税你中央，吼，无关税你中央话，这就货畅其流嘛，吼。咱讲货畅其流，吼。所以变讲你若关税扣落去，你阻碍了这个原本应该吼道理是讲互补其短啊，互相来补嘛。你补的我袂。对，你若关税扣落以后。你就无法度去补嘛，对不对？就变讲你本来吼有这个有优势物啊，人要甲你扣关税，你嘛无法度遮容易去出口，对不对？你本来欠的物啊，你扣关税，人嘛无法度
吼较俗卖力，对毋对？所以这就是讲为什么即马美国吼这社会吼一直咧反映来讲，你客啊咧真济物啊吼，非买不可，非买不可的。啊，即马非买不可，你又讲一定爱买，安尼关税就这税成本就转嫁甲消费者的身躯上，所以伊成本就变悬嘛。啊，成本变悬，咱这个消费者有两种选择，买，你就买，用较济钱去买，啊卖你就卖买，对不对？啊卖买，大家讲卖买，你就消费就萎缩，消费萎缩，你经济你就卖嘛，对不对？吼，啊你若讲吼，不管你成本较济，我嘛就买，安尼你薪水无够开啊，对不对？万项拢起的时阵，吼，万项拢起的时阵，薪水无够开，啊一定是讲看企业界要搁加薪无？哦，啊企业界嘛无，若无遐侪利润的时阵，你经济你就搁变成一个即个逆向的循环，哦，逆向的循环。所以大部分安尼讲起来吼，大部分人大家认知就讲，起悬的关税吼，对于即个自由经济是有害的啦。是，但是请老师安尼讲起来吼，川普咱都唔知吗？柯老师，伊难道唔知吗？啊，伊也有讲过啊，无我就是来所得税，我甲你讲落来，恁大家莫开遐济。但老师也回答过我，讲吼，我是即摆先对我落地啊摕出来开呢，我就袂愿开，我就先放伫落地啊内面，我就消费就萎缩起来。这对美国一般的民众来讲，嘛是一种伤害啊。老师以前还佫是如此这般吗？我感觉就是你即马互我这图表内底有一个讲一个人吼，我感觉这个人最重要的是 Peter Navarro 吼。那 Peter Navarro 伊就是在川普1.0的时阵，伊就是大概有一个迄个短片，踮咧 YouTube 顶悬啊，真有名啦吼，80分钟吼，叫做地名中国啦 ，Death by China 吼。啊，这个内底就是讲啊，其他的特别是讲中国啦，用啥物无公平的贸易手段吼，来赚美国遮侪钱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即马吼，这个伊将这个解税甲扩大吼，比如讲其他的国家拢用无公平的手段吼，谈这个2月13号的时阵，伊这个备忘录吼，这个对顶贸易甲关税的备忘录就讲啊足清楚的吼。关税是其中一款啦，吼啊，其他伊嘛讲其他的国家吼，是安对美国的贸易无公平呢，包括这个非关税的这个障碍，吼，啊，包括这个去操弄汇率，吼啊等等，啊偷美国的技术等等啦，吼啊，所以讲伊就内底有叫这个相关的部门在180天以来，吼，想一个办法出来，啊，现在对策就是要出来，所以我想讲。应该有完整的对策啦。啊，即马咱的啥拢无，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伊就是可能摕一点来讲吼。啊，我感觉伊这是一个人讲动态最适化的结局。可能讲，譬如讲某一个阶段，到一个无共款的阶段是啥物款的政策啦，吼。咱会记无？前几工尔，迄个英国要派代表要甲川普讲。川普踮咧空军里头讲，我会甲伊讲，我要等4月2号了后，宣布再甲伊讲。啊，为什么呢？因为伊这应该是就是有阶段吼，先互你，比如讲，拄仔咱看咧发言人，迄个查囡仔吼，伊讲，这个4月2号宣布了就生效，吼，啊生效了就是你美国的这个贸易对手吼，再家己去衡量讲，这个冲击有偌大。啊，你若感觉冲击足大，你已经袂堪的啊吼！啊，你再甲伊谈判啦。我即马咧想这个策略是安尼。啊，你头仔讲啥物？川普敢唔知吼？我感觉伊最主要咱是回到1.0啦吼，因为咱讲最有效预测的是用过去的经验嘛。吼，咱定安尼讲吼，1.0的时阵，伊阵啊是对中国尔。啊，伊到尾啊，伊川普声称伊胜利啊，因为在这个2020年的时阵，伊到尾甲中国大陆签年初吼签的协议是，中国大陆爱买2000亿美金的美国的产品呢，吼啊500亿的这个农产品，啊但是到尾啊就是发生迄疫情，所以伊一直无去做嘛，啊但是川普感觉讲，
第一遍贸易战我拍了足水的，所以这边扩大举行哦。那另外就是讲，你搁看咱第一遍贸易战迄阵啊，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膨无起来呢。哦，你若注意去回顾迄阵啊，吼，迄个第一遍贸易战到2018甲2020这期间，美国的这个 CPI 年增率无起来呢。哦，无像讲即马呢一边市场讲啊，美国过来。通货膨胀会足严重的，所以美国人会开始减少消费啊，然后美国的经济会足歹，无咧，无这个迄阵啊无安尼发生啦吼。啊，我毋是讲这边绝对袂啦，吼啊，但是以迄边的经验啊，甲这个 Peter Navarro 的加持吼，我感觉这边川普应该是伊也相信讲伊有在控制情势吼。啊，咱我搁补充一点啊，通货膨胀，因为即马大家讲这川普拍这个。关税战的通货膨胀嘛，啊，伊毋是完全无办法呢。伊的办法，伊甲迄个民主党竞选的时候，伊就讲啊，伊是要互这个能源自主，伊要用能源自主的方式吼来这个控制这个通膨。那另外一点呢，吼，我感觉伊即马加的最主要就是讲，伊用这个关税离我遮尔悬吼，是将其他的进口的甲挡在外口。啊，要由美国人开始买美国人生产的美国产品。你若讲美国人拢家己买家己的产品，啊，何来这通货膨胀呢？对吧？我会记得我较早当秘书里的时阵啊，迄阵啊，市场拢有红酒，也有进口的，也有美国的，我就感觉美国叫做俗的啊，嘛袂歹啉，所以我就买去美国的。所以讲，这是一个例啦。若讲大家拢美国人啦吼，照伊安排拢买美国产品，这个通货膨胀会当控制。这但是我就要请教罗老师吼。我知影，譬如讲江苏吼，这昆山吼，这乌衣，人伊个对这个查某囡仔用的这冰尖啦，迄物件啦，啊个圣诞节这个电球啊啦啥，都啊甚至这个奥运要穿的这个衫，这拢是中国咧生产的啊。到时阵，这波人都落去，川普伊要安怎应用？一如他说柯老师所讲，过去经验，通货膨胀无遐厉害啊。老师你安怎看？其实川普伫1.0的时阵吼，因为伫迄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吼，其实伊甲习近平达成一个妥协了吼，就是伊的关税无立即实施吼。有一半无实施吼，啊，但是中国答应伊吼，完全支持美国的消费，啊，绝对无起价。啊，但是同一个时间吼，其实美国的厂商因为知影讲规个加拿大、甲墨西哥、美国斗做伙的这个工业区吼，会使发展吼，所以其实拢刷去遐去。美国的车厂吼，自2017年、18年就要开始裁员吼，所以咱拢会记得吼，伫2019年、20年的时阵，突然发觉讲，啊那遐个汽车厂吼，拢无伫订单要买遐个 IC 吼，啊，结果是因为疫情一发生吼，美国联邦政府吼，叫这个车厂袂使裁员吼，你的人钱拢我出，薪水拢领我的，但是咧。遐个车厂本头就按算要甲遐个厂收起来，所以拢无买零件，啊，所以变做全世界拢买无零件，啊，所以工仔人免钱，因为政府出来，啊，厂袂使关，啊，但是都无了啊，所以迄阵第一波咱看到讲，虽然无足严重诶，但是美国的迄个车市开始大家拢抢咧要买二手车，啊，遐个做二手车的 dealer 拢买袂车，因为啥啦？伊知影。美国的车厂要关嘛，啊生产袂出来嘛，啊所以即摆遐个库存的遐个旧车拢足值钱的啊，啊所以咱即摆就爱分好清楚吼，就是讲，迄个通货膨胀无发生，并毋是伊无发生，是因为中国答应伊拢袂起价。啊美国内底因为遐个车厂吼看起来也会使生存，因为工仔人的工资拢政府出来啊。啊，即马就要开始先变先啊吼！即马你若要叫这个车厂，甲遐关掉的车厂吼，伊拢关掉啊吼，关掉啊！伫 Michigan、伫 Ohio 要甲重开吼，
啊，遐个工仔人已经退休啊吼，啊嘛已经领资遣费吼，啊坦白讲，因虽然无啥物未来性，但是上少食穿拢无问题吼。啊，即马遐个最低薪资拢起到差10块左右，到15块啦吼，看你对一个州吼。啊，你即马这个人去做服务业，会使摕10块到15块，伊哪有可能去工厂白条条，啊有股噪音，啊有足烧的，啊有逐工安尼足认真的，啊共款摕10块15块，迄无可能的代志嘛。因为咱伫服务业，骨较安怎会使开讲，会使讲笑，啊嘛会使甲人拍招呼。你伫工厂内底袂使呢，迄逐分钟拢爱聚精会神呢。所以即摆已经足清楚的吼，就是讲，川普伊家己嘛知影代志真大条，是安怎？伊家己讲的嘛吼，昨啊，伊讲说已经甲钱拢款好啊，绝对不爱互美国人的农业受威胁，啊是因为卖袂出去了钱。啊，美国的银行业嘛足清楚的吼，因为大家开始会使开的钱拢开啊。啊，过去这3档吼，规个加州吼，规个市区吼，拢伫做资遣吼，一年拢上少20万人去用资遣吼。这个人古早欠的钱嘛差不多啊，所以即摆美国的零售业者 Walmart 拢开始关店。啊，美国今年吼，主要的遐消费者银行吼，富国银行啊，这几间吼，拢已经按算好要关掉150间分行吼。所以大家已经拢知影讲骨累，啊，而且吼，这费德的总裁吼，伊家己嘛知啦吼，因为你即马美国做的消费者信心吼，大家拢按算讲，迄个物价吼会起到5%，刷来要减水过冬的意思。对，所以即马大家拢已经欠长内都准备要过苦日子。啊，其实川普伊嘛知，但是伊即马袂使下台啊，因为伊甲100天尔嘛，即马足样的啊，伊即马就是爱开始，遮嘛去甲拍者，遐嘛去甲整者，啊，遮嘛去甲弄者。啊，但是上海就是伊拢无掠清楚的一件代志。你古早遮样会使顺利下台，是因为中国流血输出哦。啊，即马中国也甲你起价咧。啊，而且吼，咱即马油价控制伫70块美金，是因为拜登的时阵规定。要甲俄国买油的人，袂使买超过70美金。啊，你即马开始若真正俄乌和谈，啊，俄国开始被取消经济禁运。俄西啊油嘛出来竞争哦。油价会起袂落哦，因为美国即马占的份上大。啊，即马中东也甲创芳，遮嘛拍烧台，遐嘛拍烧台，全世界拢买无油，尤其亚洲。所以其实咱即马爱注意的代志吼，毋是讲做川普的外向吼，伊外向迄咱拢已经知影啦吼，是敢若香港吼，咱会买无油，啊会使迄个油会佫起等于110块无？即马迄个讲做什么油的落价吼，迄拢讲好笑啦。啊，讲做川普1.0拢无出代志，迄嘛讲好笑吼，因为迄人阵的中国是。完全配合流血输出哈。那听罗老师安尼讲，安尼就是贸易世界大战开始咯。开始啊！哦，洪老师你安怎看呢？哦，其实一般来讲吼，咧关税吼，大家咧惊讲迄个物价会上涨啦吼。其实这是第一期的看法啦。哦，因为大家知影嘛，你若有扣关税，当然物件消费者还是进口商对吧？吼，当然伊一寡物件伊爱负担嘛。係。伊就 pass 互迄个消费者，所以一般来讲。物价是会起，尤其是迄个川普1.0的时阵吼，伊甲针对中国嘛，迄个规模较细，这边是针对全世界，所以迄个规模较大嘛。比如讲，迄阵针对中国头占3000亿美金左右，这边是超过1兆嘛，所以这个规模会较大，效应会较大啦。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是吼，其实你若看迄市场的一寡信心等等吼，其实大家较烦恼的颠倒是。人工长期迄个经济衰退，经济衰退什么意思？其实到时物价颠倒会落，所以迄个大家即你讲吼，无论第一期是物价会升市场会衰退，长期来讲，其实是两个拢会，就是你颠倒是到时你是那个价血压，你的物价会降价，其实这是大家较愈啊烦恼的所在。更惨的惨。就是讲你。大家知影嘛？1930年吼，迄个年代有一个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嘛，
啊，其实有一个原因，其实嘛是因为迄阵美国对世界扣农产品甲工业关税开始，所以就是开始。所以100年前个代志，其实这边那个还有其他小想。我读迄个教科书，读啊，卡车表就练起来。对啊，到尾迄阵大家知影嘛，迄日本的军国主义啊，德国的纳粹等等的造出来，上代，其实甲这种有关系。所以其实针对对迄个世界，唔是干讲经济贸易的特殊吼，无来对迄个国家安全安定，其实各方面拢会真大的威胁。哦，这咱台湾，这个比较大条。注意，刚才罗老师讲，这油价有可能是一种真重要的因素。高老师你安怎看呢？因为咧，油是安怎会变讲是迄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啦。因为万项拢爱用能源嘛，吼。其实咱袂使干那讲油，因为应该爱通用能源，因为油气，吼，煤嘛会起。吼，煤嘛会起，电嘛会起，吼，为什么就是安尼呢？因为你油吼，伊会去炼解啦，炼解你就变塑胶，吼，塑胶、柴油、汽油、灯油等等的吼，万项的物啊。啊，这物啊呢，大部分拢用咧工业制品，嘛用落去咱开车爱用的能源，飞轮机爱用的能源，拿索林嘿，所有的物啊拢爱能源啊，所以。你走袂去啊！大家拢走袂去啊！咱一个人逐工吼，平均来算啦吼。我看过即联合国的统计吼，上少一个人一工爱用5公升的汽油，安尼能源啊。但是高老师，我一个疑问吼，那像他多人川普人也讲啊，我家己国内生产我家己的油啊，我用我家己的油，恁外口的世界，恁我门关起来，恁外口创甲安尼，我拢不关我的代志。我阿玛尼卡过来了见，我马甲讲我无理解，敢有遮简单？其实无遮简单，但是吼，我讲川普伊一直有一个观念啦，讲伊家己有够，而且吼，伊个有页岩油啊。你会记拜登的时阵，就甲这页岩油甲页岩气的开发甲关起来。啊，拜登等下佫重新佫开始。第一个，伊要能源自主嘛，伊要能源自主嘛。伊除了能源自主以外，伊够能源会使输出。因为像乌俄战争，迄阵拍完第一年的时阵，这欧洲啦不得不甲美国买这天然气哦，因为这光线都断去啊。所以即马世界上大的能源输出国是美国哦，唔是罗西亚哦。以前美国是美国甲占到第3坎甲第4坎的啊，所以美国即马对世界能源是有即个掌握的这实力啦，所以伊早甲讲，我家己关起来，我家己消费家己的啊，但是过往唔是，过往是倒一国即开发油电、开发天然气的成本上低，卖出来价钱上低，我就甲买。所以以前大家讲啊，美国家己迄油库啊，油库唱起来，要搁进口油库落去添啦，添咧，对不对？啊，所以这就变讲美国的储备能源真济，以前是伊开采的这成本较悬，伊就甲外国买倒来家己厝的坑。啊，即马咧能源价钱悬，能源价钱悬，啊，伊就摕伊家己的来卖啊，啊，所以有剩啊，趁有剩啊，所以我认为吼，这拄啊罗老师你讲啊，是有伊的道理伫的啦，就是讲最后不管安怎讲吼，所有你开始你这个开始经济萧条的时阵吼，能源拢是最后一项降价啦，伊拢是贵啦，所以咱即马看的是叫保护主义搁倒来啊，拄啊财龙嘛你讲嘛吼。世界保护主义为啥会倒来？因为咧自由贸易造成了真济国家，尤其先进国家的失业，因为拢安怎集中去迄个生产能力上悬的这个国家嘛，对不对？中国嘛，世界工厂嘛，所以世界工厂伊有法度做所有的物啊，时阵又搁俗又搁好的时阵，啊是安怎？这个国家要甲伊本国生产，大家甲伊买就好啊。啊，家己买落好啊，最后就是讲，这原本啊无
在伊国内生产遮无效率的遮物啊，大家拢乖乖掉啊，啊，遮工人要安怎？失业嘛。哦，所以为什么保护主义会搁倒来？大家讲无要紧，虽然我生产无遐有效率，但是我嘛是爱生产啊，对毋对？嘛是爱生产啊，因为我爱 keep 遮工人莫失业，哦，啊有工课通好做，社会才袂乱，哦，所以即马就是即个观念又搁倒来。安尼吼，柯老师，我想过来讲过去，恁拢讲得真有道理。但是我就想袂晓讲，他当咱若看新闻大内面吼，迄发言人啊讲哦，咱是要伊的讲话对象是对美国的广大劳工哦。但是这项甲做落去了后，劳工他都洪老师也讲，短期之内可能马上就要付出成本，物价就要通货要碰撞。伊还有其他的绝招吗？还是讲？咱免讲甲美国本土啦，咱讲咱台湾就好啦。到时阵1 kg 的油免30几块，啊50几块，大家就叫苦连天。啊，中油的成本呢？甲这个台电的成本呢？老师。所以咱即马是要讲台湾，还要讲美国？你看倒一个较好解决？那准做讲这油价起来吼，当然是不管是美国、台湾拢足严重啦，尤其是咱台湾拢靠进口嘛吼。啊，但是美国迄个储油量啊，全世界第一嘛吼。啊，伊即马个会当开采这个页岩油气吼。其实页岩油气会当制造足侪工作机会。吼，咱会记伊个川普甲之前甲迄个。啊，伊甲民主党那个女士叫做啥名？Harris。哦 ，Harris。因为辩论的时候，有一点 Harris 说，他不排除那个页岩油气开采，有没有？好，迄阵啊，伊的连民主党也讲一款话，最主要的是，工作机会太多了。哦，那而且就是说，迄个川普在1.0的时候，其实迄阵啊，若唔是疫情伊有一个。大家到即马还阁记忆犹新的一个政绩啊，就是迄阵啊，美国的失业率3.5%，是点来讲在半世纪以来的一个新低，因为失业率啦，那所以讲伊直感觉讲这个制造业回流应该就会当创造更较侪的这个工课做工课的机会，然后会当改善迄个美国的经济部分。啊，其实我阁补充一点，就是说，和制造业回流这其实我看是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共识。因为拜登迄阵啊嘛讲啊，伊讲伊要互美国人买美国制造的美国产品，伊嘛捌安尼讲，就是讲要互这制造业转来。啊，其实因这款 mindset， 我讲这个心态除了讲川普，你就去看迄个 Death by China 迄个 YouTube 影片你若要了解民主党，其实去看迄个纪录片《American Factory》。American Factory 是民主党的迄个前总统奥巴马伊出钱去翕的啊，迄个纪录片伊个最主要来讲，你若准做讲无或者制造业回来，啊，你到尾啊，或者譬如讲外国的企业去买咱的厂房的话到尾啊咱美国的工人就是遮尔惨。迄个最主要，迄个纪录片的迄个意义，就是要讲这啦。所以讲，我感觉伊即马的讲法啦，当然因为咱要了解川普，咱来将家己想象成为一个美国人。我唔是讲我挺伊的政策，我唔是讲我挺伊的政策，我是讲，咱来了解伊伫心内底咧想啥。咱假设讲，咱即马是美国人的话，为虾米？咱会去挺这个政策？就是最主要有工作机会，然后呢，能讲把食物放在桌上，这个大概就是因美国人上重视的这个价值啦。但是这刷落来对咱台湾呢，如果那是油价那起，还是讲咱那是去用扣啊关税，虽然经济预测他洪老师也讲，如果那是各国家拢20%，那么。无啥差别，是会安尼想吗？咱拢袂记川普最近讲一句话啊，伊讲伊这个关税 very friendly，
那我们就知道 we don't know how friendly it can be at this moment。伊咧讲 friendly，我拢小可淡淡呢。要做伊朋友一样。对啊，做伊朋友啊，真危险啊，罗老师。头拄啊吼，咱已经差不多知影讲伊的趋势甲伊的想法啦吼。这部分其实你免是美国人的想法，还是台湾人的想法吼。你敢知影讲伊是有票的美国总统，啊，但是伊做的代志，当然有诶，伫长期来讲啦吼。那真正像大家咧望吼，就是咱台积电拢去趁美国国防部的钱吼，啊，咱台湾上少做一下小股东吼。嘛，也有通分啦吼，啊，但是因为你骨较安怎吼，会使靠台积电的这个鼓励过生活的人，其实若无5000万以上是无可能啦吼，因为无够啦。啊，剩的人都无可能啊啦吼，所以咱嘛是爱去想讲，啊，剩的人要安怎吼？啊，第二点吼，咱自过去这5冬以来吼，已经足侪大商对大陆转去东南亚，是转去墨西哥。啊，不管你转去东南亚、转去墨西哥，川普拢会扣税啦吼。上少咱已经知吼，伊伫墨西哥要扣的税，虽然伫3月讲佫看1个月，但是伊即马嘛是要佫扣嘛吼。所以即马伫墨西哥投资的大商吼，毋大紧，你爱靠川普1.0讲的吼，你爱有迄个所谓 local sourcing 吼，伫北美洲的采买爱超过6成，才会使免税。你若是参加机械甲汽车吼，你内底上少有4成的人爱摕15块美金以上的薪水，甲会使免税吼。啊，即摆爱佫另外加哦吼。啊，你伫东南亚就佫较麻烦吼。咱伫东南亚，尤其伫越南的大商吼，毋但紧欠工人啦吼。当迄个越南的遮个劳工暴动吼，3不5时啊，拢有啦吼。啊，拢找台湾开刀啦吼！咱知影讲台塑钢铁，咱知影讲咱几啊间哪怕机车业吼，拢伫遐拢足稀累累啦吼，定去互电啦。所以即摆若川普扣税了吼，尤其伊连遐个汽车的维修零件吼，链仔啦，迄个电火灯啦，伊拢要扣啦吼。啊，迄部分就是咱主要对广东啊刷去越南的大商吼。主要的主力产品啦吼，所以其实咱即摆若想这个代志吼，袂使干那想台湾要安怎啦吼，因为这个大商是拢靠政府啊对政府吼去新南向，啊去新东向，啊即摆这个人拢调电啊啦吼，因毋但伫大陆的投资爱佫开，但是已经无出口，也是减一半，啊伫越南甲伫墨西哥的投资啊都还袂回本啊。啊，佮佫加交关税啦吼，所以其实即摆这个代志吼，咱政府若真正有心吼，应该爱好好啊做外口的大商，倒来好好啊谈吼，啊看咱要安怎收煞吼，伊也无会足忝。老师，你敢有药方？有诶部分是较简单啦吼，因为你即摆知影讲欧盟吼，甲中国即摆咧谈吼。啊，中国甲日本、韩国嘛已经伫谈吼，就是马仔一宣布了，因要有一个共同立场啦吼。啊，但是这个共同立场都无台湾啦。知影我意思无？因为咱即摆上海就是讲，川普现在要一直讲做笑眯眯，甲你讲伊会做 friendly， 伊都不爱恁扣斗阵啦，你若斗阵伊就输你啊嘛。你若斗阵吼，大家拢干那减出口的话，你免扣报复关税。你敢若减出口，老师意思是讲，伊不爱咱去甲即个任何国家斗阵嘛？美国不爱世界国家斗做伙啦。做伙嘛。啊，咱即摆上海就是咱台湾偏偏人伫扣阵的时阵，伫招火的时阵，咱拢无互招着啦。啊，无互招着，咱爱想办法反败为胜啊。你袂使干遐等咧要讲川普把好甲因创互倒无？川普来因创互倒，台湾嘛是倒啊。因为咧袂记咱唔通袂记了吼，东南亚是咱前3名的出口地方哦，啊东南亚嘛去互扣税哦，啊你连迄个英特尔要走去马来西亚投资，美国商业部嘛唔肯啊，所以即摆代志已经足清楚的啦吼，就是讲川普孝顺就是上好
趁钱的好趁钱的拢伫美国啦吼。啊，剩的污染的啊歹管理的爱靠人工的啊伫外口啦吼。但是你就是伫外口，你嘛袂使趁我的钱啦，你敢若会使流血输出啦。啊，咱古早台商会使流血输出，是因为咱伫足侪地方吼，拢是靠咱的华侨，靠咱的关系，靠咱享受最惠国待遇、准国民待遇，所以咱税拢足少的，咱真罕你台商伫外口咧缴税吼，哪怕伫菲律宾拢共款啦吼，尤其伫南部的菲律宾。啊，但是你即摆川普一扣落了，大家出口一缩起来了，所有的国家拢会开始查税，因为大家政府嘛是爱去继续投资、继续经营啦。啊，咱台商古早享受到的福利拢会无去哦，你遐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拢会无去哦，因为咱甲任何国家咱拢无甲人签 FTA 嘛吼。咱敢若新加坡，但是新加坡无制造业啦吼。啊，咱敢若纽西兰，纽西兰嘛无欠咱台商的投资啦。啊，所以即摆这个代志吼，爱一概参详个精细，绝对袂使敢若想讲台湾内底要安怎，台湾内底要安怎，其实咱即摆除了台电较忝尔啦吼，剩的其实已经拢差不多有寡安排啊嘛，有寡想法啦吼。你像咱的遐个织袜业啦、毛巾业啦、制鞋业，迄大家已经拢足清楚的，救袂回来啦。应该是早死倒啊啦。对。但是问题是，如果那是亲像罗老师所讲的，因为台湾现在即卖这个国际处境，要甲人讲这，要甲人讲迄，要甲人夹做位，啊，当然有较困难。哦，啊，要依靠着我靠着这个川普的这个善意 friendly， 嘛，无一定会当时咧。哦，韩老师，你敢有菜单头我小开一下？啊，这个安尼吼，就是当然是最后答案是明仔载啊，透早会知影嘛吼。啊，咱阵就是做一寡预测啦。其实我看川普伊这个，你讲伊咧调查各国的一寡无益的障碍嘛吼，其实。有一个重点是讲，除了关税以外，吼，还有一寡非关税因素。你比如讲，拄啊大生有讲到的，汇率的调整啦，吼，啊是讲你内部的一寡对食品安全的这种国家的考虑等等，迄种规范啦，吼，其实这部分补贴政策，补贴，其实这部分是我家己也不加趣味，是讲关于关税，咱是讲关税，咱是讲较有限，为什么？关税毕竟是一种计数嘛，啊你计数物件其实会当调整。啊，电脑是种唔是介绍物件，电脑有时较歹处理，所以明仔载宣布以后，我看这部分非关税这部分其实是会观察重点。这第一项，啊，第二项是讲川普总统伊安尼母以后吼，其实对台湾当然有好有歹啦。吼，咱先讲歹，就是讲吼，因为咱是讲，因为咱台湾毕竟是一个较相对吼，迄个较细细国家，拢相对欧美啊吼，日本等等，咱中国等等，咱是较细国家吼。啊，咱这种较细国家，当然咱要爱大量出口，所以这种国家就是讲依靠国际经济贸易的特殊，有一个特殊较安定，会当维持，这对台湾是较好的。啊，问题是讲，川普安尼母以后吼，真侪无确定的因素拢礼拜以后，啊，扣悬扣低，啊要扣多一项，拢是伊咧拍算的。其实这项是较歹的所在吼。啊，第二项是讲，啊，电脑有啥嘛有一寡机会啦，因为。拄啊，罗教授我咧讲，大家拢讲签 FTA 对吧？吼，啊，咱台湾较早无这个机会嘛。啊，问题是传播了啊，伊安尼一视同仁以后吼，电脑这种关税相差的因素无定会减少，嘛有可能。安尼对台湾原来迄种不利的迄种因素无定会减少。其实这是我真趣味的一个所在。哦，所以本队若有即个贸易即个障碍的所在，因为大家拢去用关税用扣起来了，反对都讲伊较惨，啊，甲咱会当做生意啊。对。啊，有这种可能性哦，郭老师。这个吼，川普你1.0的时阵吼，伊已经讲过这几啊摆啊，就是 WTO 已经失效啊啦，吼，就是你迄个你几个这大会吼，拢。讲的拢是偏向吼，即发展中国家啦，吼，代表就是中国嘛，吼，所以因美国即过去你 WTO 主张的即个吼贸易秩序啦，都无要互信道嘛，
哦，因为全世界上大的出口国家嘛就是中国嘛，吼。所以我认为啦，安尼大家听起来啦，吼，甲川普即马2.0伊要做的一个是，吼，重新开始，吼，以美国为主的新贸易秩序，由美国来 set 即个吼，即游戏规则啦，吼，真有可能是安尼。啊，所以呢，一节内底吼，就是你若甲美国吼，伊本身的工业也是科技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啊，伊就用关税来治理，吼。除了用关税来治理，吼，伊阁有啥？有迄个禁那个怎样讲？哦，譬如讲科技的禁止啦，哦，安尼来竞争啊，哦，安尼来竞争。啊，什么是利益冲突咧？即马看来吼，当然啦，这高科技是一个。第二个真大的就是汽车，吼，因为汽车一直是美国吼上骄傲的一个吼全世界性的工业，吼，从以前的货路开始，吼，生产线美国发明的，吼，全世界的高速公路美国上厉害，吼，拢爱甲美国取经，吼，啊，所以即马咧，所有国家造车拢做赢伊。对不对？连中国这后来居上，你电动车嘛做赢美国，啊，所以就即摆美国伊即摆想要转来这用汽车工业重新转来这雄心壮志，你无用这个关税来保护一下哦，啊就无法度搁起来，吼，所以我认为吼，这个有伊的一个吼技巧的所在，但是我另外一个吼，我还讲就是讲。台美21世纪的这贸易倡议啦，吼，这是咱台湾甲美国签的，吼，进行到一半，啊，就换政权嘛，系啊，进行到一半换政权，但是即马就真奇怪，讲这个物啊，因为咱是甲美国政府签的，除非你川普的这政权内底讲这拢无效，搁来一摆。吼，但是这我认为讲，若是按照这台美21世纪，咱爱真小心的探看卖，吼，因为伊是 potentially 吼，伊内底是拢无讲关税，但是伊讲的这物啊是有利于台湾甲美国的正常贸易正常化的一寡手段，吼，所以这若是有法度讲为这条路搁锁落来看，我认为是对吼台湾会使去减少这贸易顶头的冲突，因为这顶头讲的拢是非关税贸易障碍顶头的。老师提到这，我本来是想讲，这21世纪贸易倡议，敢是应该早就死翘翘啊？胡老师，你认为呢？我同意高老师啦，吼，就是讲你若继续谈这当然是好啦，就是贸易关系吼有一个法规，吼有一个较正常化，啊，但是我感觉可能。要搁继续锁落的机会较少啦。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伊就讲拜登是个笨蛋吼，然后再讲，其实我嘛足关心这个议题啦，因为伊就已经开早一时间甲伊谈判吼。无猜咱算讲，这上次去谈呢，咱台湾的非常优秀的贸易谈判代表呢，吼，可能未来要找到这样的团队也蛮难的吼。啊。但是呢，我最近就是一个美国的智库来找我吼，啊，我特别甲问这个问题吼，我讲这敢有可能搁谈的，伊讲无可能，吼，就是 Pacific Forum 吼，那 Pacific Forum 它伊就是关注意这个除了政治安全，还是有一些经济安全伊的议题，伊会去参加，伊会去观察啦。伊讲川普应该是无啥兴趣啦，吼，那所以这就是要等后边这个川普吼，伊若真做无个。选一任吼，伊最近讲伊要搁选一任呢，吼，啊，伊若搁无选一任，就上无若讲这4年做完了，看有在后搁收这个议题啦。罗老师你安怎看呢？其实咱都大家拢知嘛吼，日头赤夜都爱随人顾性命啦吼，所以咱不管古早吼，拜登迄4冬，咱跪到偌快活吼，啊，甲伊谈判谈到偌密集吼，其实拢爱归零啦吼，完全定来啦吼。第二点吼，已经遮侪大商听政府的话去做新南向，但是咱甲东南亚国家都无遐个接触吼。啊，你说等下咱头仔你讲的吼，即马欧盟甲中国伫桥
啊，日本、韩国甲中国这3天已经谈甲差不多啊，已经知影要安怎马仔，那真正真忝，要安怎反制。咱即摆上海就是咱台湾甲即摆吼，连替咱这伫海外的台商想拢无啦，这是足可怜的啦，因为因遐去遐订来，啊遐投资后袂登本，啊伫大陆佫袂使收手。你若讲大陆伊会使收手，啊全部的资本甲人拢去东南亚，啊伊嘛较袂遐忝啦吼。啊但是你即摆就变做大陆出袂出来，东南亚投资头已经洗落。啊，即摆川普的关税过来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吼。第二点就是讲吼，其实咱对台湾出口上重要的物件，就是咱古早拢免关税啦吼。迄叫做迄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吼。电子产品啊，对。啊，即摆川普伊这电子产品，伊绝对会扣税啦吼，因为咱已经知影讲，伊本头伫甲中国的迄个川普1.0的谈判内底，伊就是甲消费电子品已经大关税伫遐无10%尔啦，所以拢免去忙遐讲做这。老师，迄是 WTO 内面的协定呢？对，伊也歹插无？伊歹插，所以拢免想济啦。你迄 NAFTA 嘛是美国政府签的啊，已经25档啊，伊嘛是甲放互水流啊。所以拢免忙遮，咱已经头仔讲啊足清楚的，你不管安怎想。反正川普有美国人支持啦，啊，美国人有因家己的梦啦，还有说 American Dream， 啊，迄个 American Dream 吼，可能是汉民，啊，咱就免去替伊烦恼啊啦吼，伊对毋对，迄拢因兜的代志。但是即摆日头赤爷爷，虽然过性命的时阵，台湾政府袂使伫遐闪撇，袂使伫遐忙讲做台美关系上好。袂使伫遐忙做啊！咱21世纪的迄个美国甲台湾的关系都签了袂歹啊，签了袂歹都无准绳啊。我有昨仔咱有听到即个行政院长啦，吼，行政院长讲吼，政府有准备啦，风险可控管啦，产业有支持这3项啦，而且央行的副总裁朱美丽讲针对着经济成长碰撞。甲汇率3方面进行着评估。那过去也有人出这个 idea， 讲安尼咱的汇率咱来看会当来甲改变一下看会当来减少这个贸易的这个差异无？这敢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老师。安尼讲其实我研究国际贸易的心得甲经验就是讲做生意，尤其是咱像台湾这种出口这大个国家其实上惊是迄个差别待遇，就是用差别的对待。所以只要你若川普伊若讲一视同仁关税不论偌悬，其实迄个影响真的是有限。因为你袂可能受到贸易的去转向嘛，咱原来做生意是会继续做嘛，只是讲你迄个利润可能会较加入出来，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是拄啊，罗教授有讲的，讲欧美啊、日本等等，因咧敢讲咧研究啊，无招台湾。老实讲，我感觉对台湾来讲，我感觉这无真都是好代志。因为关税这物件拄啊开始，主持人有咧讲7相近啦。你讲你相对方7分，啊相家己3分其实读贸易的人拢知影讲，其实无关税其实是相家己7分，毋是相家己3分。因为你关税其实有足侪一寡迄个后遗症啦。所以意思讲那像台湾这种经济规模有限的这种国家，当然咱是为大国，相对来讲是较小国家 small 啦，相对。其实最式关税对台湾上有利的关税是偌济0。一般来讲，这是一个照经济的原理。照课本啊，这课本来讲，所以意思讲你别人对你扣偌济，其实咱点都是泰然处之，卖插伊，其实无定嘛是这种政策。老师还能笑啊？这个老师你安怎看？我回应你拄仔讲的，就是汇率的问题啦因为这汇率的这步啦因为咱台湾一直用啦自咱迄时阵40块对1美金的时阵，咱嘛伫命大顶头呢，操纵汇率。因为为什么？因为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工具啦自以前到即马就是有效的一个工具啦
因为这个操纵这个法律吼，咱去予美国特别301啦，命大顶头。特别301啦，啥叫特别301？就是你操纵无公平的这个贸易竞争嘛，吼，操作这个特别301，所以你讲即马以后，吼，你对我不仁，我当然不对你不义啊。对啊，咱来看来讲吼，啊，到底美国甲台湾买较济，还是咱对甲美国买较济？歹势，伊甲咱买较济。对啊，啊，所以就是咱即马就是讲，即马客户你登上去，啊，客户你登上去，你敢有法度讲安尼？我无要插你，我国家继续搁甲你吹落去，啊，伊就国家受气，因为咱要以往美国靠美国的因素太多。